再来看嘉义水上的夹头这个所在，伊较早是山线甲海线的交界。做打工的来到这，其实拢真需要加穿几双鞋啊，通好行入去到市区内底，这也带动当地这个草鞋的发展。即马夹头文化艺术发展协会是结合创意来开发草鞋的文化，要做回来保存这个在地基地。 社区的长辈摕家史来讲稻草，甲草学讲轮了后，才阁摕来做草鞋啊。夹头文化艺术发展协会讲，因草鞋底会阁留一寡稻草未加掉，安尼唔但会当保护脚底，穿起来会阁较软。落口拍的，拢是用草丝编的，草丝就较硬，就无弹性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伊去穿起来有一个高度，啊有一个弹性，所以讲。 咱的草鞋在去边，一般落口穿的无共。啊，所以讲，阮为细汉，阮个来讲，这是市底的草鞋。协会表示，以前要入去山区，也是要去海线的人，拢有伫遮先买草鞋啊，准备刷落来好替换。所以较早遮大户拢会做草鞋啊来趁换路啊。即马敢若剩2位是大哥有咧做，长辈讲做草鞋啊真辛苦，嘛爱看天来食饭。海边来的，为山顶来落来。 啊，拢是爱行路嘛，啊，行到这挑夫啊，哈，他们就又要走到嘉义市区去卖他们的渔货，那还是要走个2、3个小时，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买个几双备用。拄着落雨，你就无法度啊咧，因为这草袂当压着淡啊。这个也是要靠天气。你啊压着淡哦，越烂呀、后呀。 协会2当前开始推广社区时代做的草鞋，讲无共的材料结合创意做新的物件。阮若要甲这个功夫学起来，嘛互在地基地，亲像长辈做的草鞋啊共款，会当一直继续行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